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切爾卡哇嘅時代背景到底係點嘅呢？點解入面好似好原始，要靠討伐除草賺錢，但係又會見到有網吧甚至無人機嘅呢？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一下切爾卡哇嘅世界到底係原始、現代定係未來呢？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！首先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切爾卡哇係一個表面可愛、實際殘酷又荒謬嘅世界。小可愛一族係會討伐除草、打工賺錢，又要考試，同人類社會好似㗎。但係佢哋所用嘅科技竟然亂晒龍，有啲好先進，有啲又落後喎。我將佢哋用過嘅科技分成3大類：先進、現代但係有年代感，同埋落後。第一類就係令人驚訝嘅先進科技啦。例子1就係網吧，呢個唔單止顯示佢哋係有電腦啊，仲意味住係有網絡、有資訊科技系統嘅存在。雖然小白同埋 Chi 成日玩嘅下克上好似好原始嘅 online game 咁啊，但係栗子師傅會睇 YouTube 㗎。最近小白同埋兔哥織手繩俾 Chi 仔嘅時候，都係睇 YouTube 學翻嚟㗎。第二個例子就係無人機啦。切爾卡哇打工嘅檸檬工廠同埋大討伐接送、帶走怪物嘅時候，都曾經出現過咁樣嘅無人機。佢嘅飛行能力好高，功能又精準，而且拎得起好大隻嘅鐵拳套，唔係一般玩具級數嚟㗎，可能勁過現實嘅科技添啊！第二種就係現代社會常見，但係有啲年代感嘅嘢。第一個例子就係扭蛋機同埋 Game Center 啦，都係偏向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嘅娛樂文化。例子2咧就係廣播系統啦，小可愛一族咧好鍾意圍住喇叭廣播去聽歌，而唔係用收音機、手機 app 呢啲網絡平台㗎。例子3就係小可愛一族嘅有錢人咧，例如師傅咁樣啦，就會開車嘅，架車嘅設計好得意㗎，但係咧就行得好慢。例子4就係咧佢哋係有商店街㗎，而且係賣緊 OxyClean、VapoRub 同埋退熱貼等等呢啲現代化嘅商品。但係唔代表係高科技嘅。第5個例子咧，就係有個招客公仔啊，小可愛一族咧就係會聽住呢個音樂去做早操，但係其實喺 Donkey 同埋一般嘅商店咧就會播音樂嚟吸引客人嘅。真實喺日本咧都好常見，算係一種比較懷舊嘅科技啊。最後一類咧就係比較原始，甚至有啲慘嘅情況啊。例子1就係人力發電啊。小可愛一族原來有一個工種係人力發電，就係好似倉鼠跑嘅滾輪咁樣，但係直接咧連接咗一啲發電嘅裝置。由島篇嘅前傳可以見到咧，兔哥原來都係會去呢度幫手發電㗎，會唔會太原始啊？第2個例子咧就係除草同埋討伐，雖然咧都好似好原始嘅工種啊，又辛苦又危險，又冇用除草劑、槍啊、炮彈之類嘅工具去協助。但係最有趣嘅係，有冇人諗過，其實討伐完啲怪物係點樣拎去 counter 度換錢嘅呢？個人估計應該都係靠無人機運輸啦。但係如果好似御三家大討伐失敗嗰次咁樣，放煙霧彈去召喚無人機，咁又點知邊隻怪係邊隻小可愛討伐翻嚟嘅呢？睇嚟好原始嘅工作，但係用咗好高科技嘅方法去運送嘅喎。例子3，小白嘅屋企咧就仲係用緊電燈膽同埋 gas 爐啊！現代社會咧而家真係越嚟越少見㗎啦。咁到底點解會出現咁矛盾嘅科技呢？我就有幾個推論啦。第一，可能係呢個世界經歷過戰亂或者文明崩壞，而家係喺度重建緊，所以科技嘅層次咧就係參差不齊嘅。第二咧，可能係動畫創作嘅風格就係刻意製造反差，用啲現代嘅物品去混入呢個可愛嘅世界，製造出一啲荒謬感，同時咧都可以接下廣告。畢竟咧賣得廣告嘅商品都一定係現代化嘅嘢啦。第三咧，亦都可能係各種平行時空交錯之下，令到呢個小可愛世界產生咗啲部分現代化嘅情況。之前咧，白熊同埋切爾卡哇嘅關係呢條分析片就有提過，白熊嘅現代世界咧，同埋切爾卡哇嘅世界有陣時係可以互通嘅喎，可能就係咁令到一啲現代化嘅嘢混入咗切爾卡哇嘅原始社會啊！你又點睇呢？你覺得佢哋係活喺一個未來嘅世界、平行宇宙，定係重建緊嘅文明呢？仲有好多數之不盡嘅例子啊！歡迎大家留言繼續補充啊！